迎收看福起来的吼空比波，也报个啊台湾吼曾经发生的动荡吼不幸的灾难呐，本人吃到就动艰苦吼。我有人伫咧讲哦吼，音乐吼做得安慰人心哦。故说今本日吼空比波咧就报本大家吼来谈一下吼好听的音乐个。故说先来分享今本日的来宾就是 Misa 文艺创哈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Misa 文艺创。嘿哇，也报个吼曾经台湾人的心情吼，唔单止係台灣人啊，我知道係國際方、世界方，唔點樣嘅吼，就係今年係喺發生乜嘅事情，就係也報嘅心情冇乜嘅好，因為發生真件動到不幸嘅災難啊、人為嘅係呢天然嘅動盪吼。佢說音樂係唔係就做得有一個動態嘅力量，仲有還有動到嘅意念啊，吼，就有來創作歌曲啊，大家聽到音樂嘅時節就會知道。有咧安慰啊、撫慰人心的感覺，知道咧音樂嘅力量啊。因為音樂它本身係一種震動啊，就會音頻這種東西。比如說它在乜嘅情緒嘅時間都在尋到一個對應那個情緒嘅音樂去彈。就是例如說你很傷心的時候，你可能就彈個傷心嘅歌曲啊；你懂歡喜嘅時間，你就彈進行曲啊，你就會知道有動動人老愛唱下歡喜，有動動人老愛唱下。可能有動動人就會知道說。知道講，你有冇發生？一件事情又唔係發生喺你嘅身上，嗰種聽眾唔對，乜個感受，唔過音樂唔係哦，係你自家去讀，你自家去選擇，那一隻音樂係符合你自家嘅心情嘅。嗰種我真正知道音樂有種東西真嘅，就像有動動人講嘅 magic。魔幻的力量啦，吼！我說根本咧，吼，也 Misa 就會帶來吼佢自家創作嘅音樂，係天意中嘅轉型嘅。吼，不過一開始好先請吼 Misa 來老大家分享一下，你自家係用嘅開始後來接觸音樂咯。其實我接觸到音樂係當時嘅時節，因為我韓式蠻特殊嘅時節啦，我姐就有啲學。鋼琴，迄陣時好嘅，唔係唔好嘅，姐學鋼琴，我就出到講，哎呦，安尼當好教嘅樣嘅，佢說姐學馬嘅，我也想學馬嘅，但係時間就有學差唔多1年，就一步嘅啦。幾多時間學嘅啊？鋼琴，蠻特殊嘅時間，幼稚園啊嘛，差唔多。報名啲小學嘅時間啦，就有講嘅。合唱團，啲國中、高中嘅時間就會啲學校嘅樂隊、管樂隊。呀，最近就很自家興趣就錯嘅，你一開始想嘅學一下姐，看到哇，當有戲真嘅感覺。迷風就係自家有興趣就錯嘅。我咪到大學嘅時間啦，我就冇揸過教業嘅管樂團，但係就因為有學校有吉他社啊，還有。內行嘅同學嘅吉他社我就變成榮譽社員啦，就看他搞完咧，你就組一張民謠團，組民謠團開始嘅時間有表演啊，就唱拼音嘅歌曲啊，就是什麼經典的老歌、校園民歌嗰啲。嗰陣你學嘅吉他真勁係就係大學嘅時間剛開始學嘅哦，剛開始，錯。嗰陣時就你開始唱拼音嘅歌，唱就出到唔好教呢，當我生氣咧，想要唱自家寫嘅歌曲，你寫啥嘢嘛？就講好，你寫啥搭啥嘅專輯？有啊，很熟，很多台學路民謠團，台學路大學路哦，對，大學路，路紅嘅路哦，老人家擺嘅轉型沒有，因為你學教頭前幾條路就很多台學路啊。其實當到學教頭前幾路就很多大學路，台學路啊有4、3年就錯嘅，4模嘅4來都有，都有，一般。後面你就開始轉去寫自家嘅歌曲，自家嘅歌詞，當時就寫自家嘅歌詞，自家嘅曲。但係我寫嘅第一首歌曲係國語嘅歌曲，唔係漢語嘅。後面就出到講我寫國語嘅歌曲，其實老愛腔言技嘅人，就會寫嘅東西啊，唱嘅感覺。都差唔多，冇乜解自家嘅面試。嗰面係有100啲學校嘅民歌比賽，談到創作組有一個台灣系嘅學長，佢唱一條佢自家寫嘅好老嘅歌曲。好老嘅歌曲，佢就會寫講佢韓式嘅時節啦，從細到大啦，因為家屋卡嘅總體，自家屋卡嘅爸爸阿 Q 啊、阿爸啊、阿叔啊，就聚在一起，逢年過節就會。
喝酒然后玩，对，含酒泉这样子。嗰时候佢写嘅内容就会出到懂某穷庸，不会像说啊我们又失恋了，还是我们的生活很迷惘这样子，也就会动摇佢自家嘅迷途，闽南语会讲愧靠，对，所以嗰种时我就出到讲，我做得出口哪来？嗰擺係盲參加，唔唱迄糖豆誒。糖豆聽，就會有影響到啦。嗰陣就上過，我來做你模擬即個講嘅話係冇。錯。唔過客家嘅部分有當然就知道迄啲客家種地度啊，唔過太就係去學教啊，迄個演示嘅咩吼，講客家嘅地位較少一些嘅，也係曉上年客家少一些嘅吼。唔過唔想講，我來做模擬創作嘅時間，我知道。行業會有些嘅強嘛，因為你即個講，你即個你知道就會行業就會講法做得啦，吼。唔講你啲溝通嘅時間，唔講上到一來創作，你嗰陣時你有知道請乜個欣賞，喺爸爸含喺阿公啊來做唔嘅欣賞嘛？其實啲寫歌曲嘅時間點都較輕鬆，喺老人面對面安尼講法嘅時候，因為較困難，因為我哋喺台南，我冇講客家多年咧，就係愛轉到屋卡，也係轉到落屋，看到阿公張會講，我就會天發打轉屋卡嘅時間張會講，但係啲寫歌詞嘅時間啦，有時間做得慢慢想，有時間做得翻一些資料，看要到詞用嚟講，要到詞用嚟講，有乜解？較講嘅諺語都講語言做得不容易去，係啊，點都係講法較困難係冇？較困難。你第一擺創作嘅模擬嘅歌曲係乜嘢？幾條歌都幾條河巴。幾條河巴書啲藝體種專輯比度。河巴對米莎來講，吼係咧當重要嘅一條河，係喺一類意象做出嚟，一類地方係冇？因為天種像日擺都留啲河巴有關係吼。嗰種幾條河巴係真嘅有幾條係冇？真嘅有幾條河巴，我都中港海，啲苗栗縣嘅啲南種。天天流過5個鄉鎮，啲中南嘅邊中港這個地方出海，嗰種叫做中港西。中港西，嗰種是第一擺上講嘅時，上講愛來創作這個模擬嘅作品嘅時間，有冇上講愛來寫一條老河巴有關係嘅咯？嗰種是我當開始咧學吉他，就會技巧也不好啦，和弦也不會按，就會聽簡單嘅和弦，因為這個自我感覺良好，真係講哦。這兩個和弦動搖嘅，就動唱河巴嘅流嘅感覺。嗰時候有一擺坐火車啲南埔轉來北埔，就想講看到嘅車窗外面一條一條的河流這樣過去，他就想到哦，有一條河巴佢喺對一條望出來，流到一條轉落，流到一條落山，流到安布呀。一條河巴安尼流就當唱一生年嘅故事，想到我阿婆，因為佢嗰陣時已經過身差唔多1年人嘅，想到佢一生年啊，佢就啲安尼落落順風嗰條河巴順安尼行啊行，他幾乎冇離開過嗰片。因為河巴對中海人來講，唔但唱係看講聽聽，聽到聲聽聽，其實佢係有佢嘅功能性嘅吼。其實細年嘅可能係地度交水啊，唔講到阿婆啊，又講到蘇婆伯妹啊，喂啲河巴啊，啲搭水鼓啊、洗衫褲啊，還有就係講到嘅資訊交流處咩係啲河巴吼。其實河巴啊、水啊，對於客家人來講，當重要，因為啲客家人係以農立家這樣子，以農來維生的。嗰時候我有水嘅地方，真有客家人，就會不管係順風有河巴，也係有地下水，就會我有嘅大家就知道苗栗喺華山咧，喺山上，日報嘅因為喺山上，嗰時候看到河巴就行較珍貴吼。關係，就關係，都看到河巴就想賺到自家屋企。嗰時候你想到河巴，你就要想到阿婆安尼聯想，對安尼看到也從火柴開始，你來想講，我來創作一條河巴嘅故事。嗰陣時你喺啲你嘅家鄉來創作，係有安尼嘅想法，就聽嘅，喺內邊就安尼寫。
俺其实还是喊迄带地台南嘛，跟同时俺喊地投太好，就会有一百转播卡给世界，就有这个想法冒出来。报名这条歌的东脚就下好诶，但就係阿婆的故事安尼。錯，你下一時節有乜困難的素材嗎？因為T拜用模擬呢，用客家來創作嘅部分。其實還好誒，你模擬做哋講下一唔好，還係下一唔錯安尼，因為同學咩頭唔順吼，係冇。也冇感覺到乜嘅困難，就係因為嘅一三年嘅一生鬼神人嘅故事，嘅一隻動態嘅故事，嗰種我怎麼樣去截取畫面，其實都是豐富的。佢係有肉嘅，佢唔係雜乜嘅都冇，它就像一條很豐沛的河。有血有肉嘅一類動雜博嘅一首歌曲就錯嘅。唔過你係記得你T拜創作好歌曲，你係本萬人堂冇？喊那自我感覺良好定堂，去講堂聽聽。我給他過一下後，拄好一下後，我係創本牙這堂，拄好就會安尼不用了都有全部卡，還創本幾堂，後面係衝踢嚟以後啊，佢流木質跌下來，但係佢在笑，佢一直笑，佢講我係冇想過你阿婆也有笑的時間。因為啲安尼嘅印象地度啊，阿婆一直都動態橋，佢講16歲人咧，嗰時候佢一直都會動態橋，跟種什麼冇乜嘅瘦身啊、產後護理，所以我就想講，因為我聽過我爸爸講哦，頭擺阿婆也動笑動醬嘅什麼嘢，迄個家家有聽到嘅就係老一輩嘅家家講嘅做小姐時節，做小姐時節咩係動苗家人嘅時節，動苗條動醬。可是你聽到爸爸安尼形容，實際這個可能係冇看到，看到就會定定係阿婆，安尼陪住這個動燈影響嘅用嘅安尼。嗰時候你係對爸爸嘅片開始有想到，就係有想象啦，做得用想象，你看係有相片做得看一下，苗條用相嘅，冇看過相片。嗰時候這隻咩冇看過，冇看過。不過你聽到嘅時節，真嘅，佢嘅餃子其實係感動嗬，係歡喜嘅。他就是一邊哭一邊笑，佢就又餃子又笑，就會知道哇，應該係想阿婆啦，想阿婆，因為阿婆從細就傾向係你，但係想阿婆，但係又想到講哦，原來你個太強阿婆也有這回事。唔過你用時間創作藝術歌曲嘅時候，你可以來做音樂，你跟他講到，你係你好想嘅咩好，你喺做音樂嘅時間，爸爸媽媽有乜想法冇？就做好省嘅就讀書就好嘅啊，做乜嘅音樂會按你想冇係啊？你屋企嘅想法係下傳統，就會講你就好好嘅讀書，好好嘅前面就當好嘅條路，然後就好好嘅家人，安尼都好。係順勢就好嘅咩平安啦，安尼。錯，但係我就誤打誤撞之間行到應該一條路上，爸爸媽媽也係有差唔多有1-2年嘅時間啊，佢都係冇辦法理解啊，都要做乜嘅。因為按摩按寬咯，係冇？就行路，學校唔會難啊，唔會差，係冇？就讀書就好嘅，讀好歌曲就會有好嘅公司有嘛？就按你賺錢就當順勢啊，家人啊，中細年嘅按你係唔係就一生就聽嘅歌嘅？就講做裝備啊，唔是少啦，就唔是少講了聲嘅，以後運用版銀行啊，乜嘅。哇，唔講冇啊，佢嘅妹嘅吼，係冇咁樣嘅想法咯吼。到今年後就出嚟聽呢種嘅專輯了，所以後一種專輯後要留幾條紅包後有乜關係咯？也下大家先嚟吃看一下，等下陣收幾部睇搞。